妈个鬼东西！囡仔看到是要安怎哈？无见笑啦！谁没见笑啊？你看什么？你妈甲阿姨来听哑巴哦。听讲伊哦，再搁听哑巴去上班哦。关系无啱错，当初讲好叫我扮演，结果一言再言。死掉了，啊，拜托你救啦！阿叫人嘞，我是要找人嘞，内面看者袂使。总得啦。你毋是讲有看到小李踮遮行？有啊，但是我无确定倒会紧啊。你摆看就知啊。走，哎呀，这一看那恁家厝唔好啦。佮看啥啦？行啦！妈妈，唔是惊，没事情的哈。没事啊哦，那个，关台嘞。来，这样，吃饱吗？我给他什么？算了啦，开门第一会撞出去啦，惊到可能还忙走哦。好看吗？阿成啊，嘿，你用我买鸡肉几多钱啊？唔迄买啦，昨阵哦，你下姊送来个啊。佮讲下暝母佮无买买个东西，就送伊遐当白倒啦。按排泄哦。你要掉啊，你要把买面包装来咯。面包啊？嘿啊。阿成嘞，水摕了。哦，跪下厝哦，这有来这有去哦，听没啦？这叫这好嘛？叫过来等你哈。给阿真的呀，我帮你吃配啦。妈妈，你吃。吃掉吃就好，好。
油脂冇捌摕哦。咱盼得捌摕啦。亚面从含油喏，水都含唔惯呢。嫌油咯，唔做得你水天来啊，没做得老师你扣下水没？你不用等好好去面冲唔水，我又唔係戇戇嘅。台北大众下真係冇共用嘅。今日落來，你好美麗，辛苦誒。阿川呢？聽講伊嘛露出藥誒。露出藥誒？係啊，露出會動刀誒。呀，我聽說去堂下可運動費哦。唔是看到誒？還迄賣露出曲誒，還露出藥誒哦。說來唔知要死佇哪哦？迄公司都不靠要動厝呢。露出曲誒，要做得用較久啊。毋迄露出夾誒哦，迄個夾都細年哦，用垃圾。哎呦啦，佮阿叔誒老細葉誒哦，較牛，好到佮支付哦，才總爛體。我想哦，愛閣做一身性嘅本家到台灣啦。佮聽講伊禮拜日，毋等下去買布誒。好啊。
爸嘅回憶係我吐出來流想想嘅。對阿姑老阿妹講過有關阿爸嘅一條陳年故事，還有阿爸後生時嘅相片，我調出一個小時嘅阿爸嘅形象和故事。家邊係對佢來台北讀到初戀嘅高中五同學喜事咧，重新扭轉往日嘅情懷，撒係不顧一切咧。阿春呢？阿春呢？8點9點鐘開，天天來。連新年是不總來去？好。不如看啊！阿春呢？來啊！你甜哦，做亞種馬薩布哦，清涼呢。啊哦。因為你安尼說喏，很大爽哦。阿春呢，一條人參嘅布嘅哦，拿嚟做枕頭布哦，很有辣哦，很想買哦。阿春啊，你看乜嘅？冇啦，我去看到台北嘅細妹哦，都做到董事行咧。阿春呢啊？我要上皮膚卡做裁縫，唔看樣嘅喏。樣嘅啦，水上嘅身體唔好，我想補貼地位啊。我20條按補貼，不喺上班，唔照顧新年出貨嘅啊。我皮膚卡老人長產婦、補產婦，每做得照顧新人啊。韓國也附近個公園按到，我想應該會有生意啦。有啦，阿春啊，唔去前埔誒，我哋看一下，電話我都買幾面的。我可以從2點嘛嘅飯咯。我最嫌佢菜講冇好。菜講？我同佢班主編呢冇同事咯。
亲像懂。嘛个菜讲啊？菜公就会不会伫对贡献好么？有奖么？按讲究，当然啦。爱佚佗就切开无会遐出同好诶，爱亲强了伊，亲好无了伊。你叫从良咯，俺从来刁我。无法度啊，得听。哇，大爽诶！冇嘅用会错啊。爱客就同伴诶，汉代嘛去讲。从良当枪大哥。喂，啊，真劲默默的呢。这是规班主片呢，俺牙长的嘛个菜讲，会变做全部无共用诶。这样好嘞，还有东西不能看。哦，菜讲，茶老汤水好，看原来做乜诶？我用看就看，冇人都做乜嘅啊？看你咁講。看睇咧，看睇你安叫。安樣啊？冇冇呀？阿啥還有喏？菜講冇冇呀？我感覺你菜講嘅好無？上下嘅。这个冇冇呀？本是有咪倾听下你。真的啊？用字冷艳缜密，节奏感非常好。董兄懂有私心的用诶。幾下用喏？迄講，用你唔講啊？我一等出來就會寫喺動畫嘅啊，冇缺點嗎？做乜嘅係認真？我一種向下你，安奈啲啊？起碼還洋洋得意講啊，講佢條擺老年寫過其他篇文情並冇家書同情書啊。唔錯，都高中嘅時節啦，語言書唔好好讀，寫乜嘅散文，定啲高刊同布告欄上，你記得冇？嘿，嗰種唔是講誒。跟住就夾講啊，唔家下都帶我講乜嘅啦。迄講我愛講嘅哦。一篇文章，人是講迄講，就迄事情當初唔係寫嘅呢。為了達到文字上的美感，失去對事情描述的真實，失真了。我也還有。唔係洋葱啦，東家。此意請聽聽。唉，迄個唔係別寫就好。做乜嘅人嚟講？唉，大嫂哦，唔係別寫。唔見我迄高中畢業，將喺辦課嘅呢。
你做乜講咁快糖？我就講寫同好嘅啊，迄唔講人嚟講嘅。做兩做好嘅，係好勢。咖啡好啊！我這位。我唔掂，我寫三文。我真係當飯氣。阿超，你有冇啲呀？我全部都幫你填啦啊！點解咪街咯？阿哥呢？唔係啊，裝埋街咯，做面裝誒。沖涼布啦，看到順手買啲做沖涼啊。嗰副嘅又唔輕嘅，又冇幾多就重嘅，大送錢。啊，你菜講較好，乜家喺菜講啊？菜講就係。這樣這個。身体放松，左手互拍，利用胸口转身至3点钟，稳定挥拍轨道。哎，累不累？要不去喝点东西啊？我还有课要上，这么认真啊？就很闲啊，随便学点商用英文嘛。我也一直想去学耶，可是啊，就是提不起劲儿。哎，你在哪学的？Marco Liang。哎，很有名哎。那下次我们再一块来练习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来的？要不要我送你一程？我有车。其实我还有点时间啦，不然我们吃个饭吗？好啊，我请客哦。都可以啦。那去哪？天厨怎么样？太大间了啦，我们又没有什么时间，简单吃就好。所以啊，他一直认为自己讲的才是真理，那别人讲的呢都不用理。这客户至上没错啊，这千错万错呢都是别人的错，都是下面人的错。哎，可惜啊，像他这样的家伙啊，就偏偏啊有人喜欢他。现在公司里头那个最有身价的女孩啊，跟他只差一层薄薄的东西。哎，别想歪啊！结婚证书啦！哎，我上下洗手间哦。哦，我係車。真個麥嘅啊！有嗎？要唔係太后買個花茶？你就看過啊？不要嚟了。上次咪不看好麼？注意叫我看呢。好啦，不用嚟呀啦，你上次咪拿來可以啦。一波誒同送錢哦。好呀好嘅，連英文唔用求咗好。那就點風成你冇好啊，我是好想睇閒你啦。你到底唔可以拉到危呀好冇？姐姐，你聊一下。
买啦。姐姐，坐等。迄毋迄姨妈嘅事情。无啊，请迄指导去甲做伫转移的。爱听唔讲啊，你迄都不教，还没动听，安尼大家出到会照顾会到。爱你四条这无地不卡，唔会滴啊！以下一年咱是杂育的，叫做育营的工厂会结结起来，还袂当冒汗。会滴啦。妈今日就较辛苦着的，有闲也要带去出去行行的。听讲还你要考试班。姐姐，姨妈的事情要讲出来哦。啊，毋加坐去耶？免啦，还有几啊间店爱走。安尼哦，我来去啊，顺行。这个比较贵啦，但是口感没有这个好。是哦。这个比较好吃。这猪本好吃吗？好吃，这包粽子也不错。哦，我半斤。好，我算你便宜一点。还有多少啊？240，我算200就好了。哦，对。喂，乔，小姐。你买啥40块8丁。好，我先甲你包吼。好。放啥哦？有较好哦。有啊，就是迄药真有效呢。就是咩？所以讲我今仔日毋才过来。药啊有较贵啦，但是计效无重要啊。有效就好啊。嘿啊。啊，叫啥顿食哦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拍下，嘿，你还无汤唔错，你甲讲的年轻啊。
爱咩唔滴，爱骂唔也系欠唔嘅。哎，遐种事情用到根本你怎讲啊？哎呦，冇想到，你平时看起来老实老实的，你会安尼喏？有种事情，俺有人讲的。阿叔弟么？当初唔对，爱注意着的，爱注意着的哦。唔是的，俺老弟分开的。哎呀，穷汉没办法，要上不提。不说，俺老也不开说是我。拥有也不开心小话。你看头听错多少事，总还有一三年，总还确定的，希望他唔听。来啦，难怪哦，俺不要看起来冇强勇啊。就是暗斗。哎，几千万年啊，做嘛该？你有去上班呢？你还难被火红，还是么？真唔系，俺冇只个讲的啦，反正团体嘞。迄讲，佢再过来请呢？吉鲁卡大好呀，听讲冇再过上来啊。有钱人哦，上诶暗好，不过迄团唔体嚟用啊啥？哎，头家，给我把菜一包无？哎，那人呢？哎，头家，你帮我收一下无？算啦，我睇你超好啊！唔爱专心啦。俺没有安尼做啊。我再去想，专心怎去错的。奇怪哦。做嘛干爱请什么爱事情？唔就唔是，阿川呢？也什么会讲么？身材好么？唔讲到哪去啊？当初你讲迄传说的什么？俺老弟没普通的感情。我嘛该感情、爱情呢？风流就风流咩？情什么唔就去做嗰条事情？为啥跳鸟的？唱个上去。爱弟弟啦，讲你害啊，就嗰条事情咩？讲么啦？哥哥，讲喊过啊！你喊过啊！要啊，都唔使讲嘛，都唔使讲啊！啊，阿川呢？你是命好，搞到一个有钱的。你看你，你个性暗吃。又唔phải讲法了，遐种关系骗人搞会起，吼做唔得，你个唔就讲唔好诶，冇讲利用诶。俺老唔讲嘅，俺唔会教嘅，俺唔会教嘅啊！就会按用张撑，就会按用张撑，将来讲诶。无卡爱顾，阿公睇咧 ，OK， 换酒啦。是酒，来啦。
是哦，莫再搁欠的好无？黄碧川，一餐明日就請人嗌過來，唔平乜眼嘅，很繁忙嘅壽司，切前面嗌。一定爱没办法解决，安尼事情，原谅我好无？已經唔係原諒唔原諒嘅問題，我已經冇錢。延長一時就會分開，我拜託唔講原諒好冇？本來重新做條白壽司的頭。那阵老有讲啊，哎呦，我等伊去洗澡啦。用的喏，用冇一样喏。竟我剪时装头还那有粉头嘿，凊彩剪的就好的啦。做唔得啦，50吼。多谢。来啦，头家娘，我找阮弟夫吼来洗澡者，好叫伊转来。好。小平啊，看哦，你好好收收的哦。行啊，来。人爱剪的就好的，怎么敢飞起喏？哎呦，伊也都做洗奶人呢，洗毛的可以洗毛人去做啦。待会摆落台北啦，去洗澡当中要阿传的去看。那调好去了，安排老人做啊，上前。来，你来，安琪，安小姐，来，小姐，这我那个弟弟的太太。嘿啦，他要做头发啦。好啊。哦，来，抽俩，给安琪啦。哦。抽。你要莫来这哦。抽点。好发型迄册啊，我来。谢谢哦。来。哦，你讲呢？你好。要做对了哦。安琪。来这边这个啦，那后面这样给它垫起来，哈。好。我去那边做，哪个边垫？好。好了，哪看，哦，有奖哦，很漂亮哎，又变 healthy 啊，变年轻的人。对啊。很奖哦，有冇啊？很奇怪。按奖。很奇怪。按奖。疼哦。按奖。按奖。按奖。
阿春呢？来，哦，这个，这是阿瑶啊，拿药的来，讲要陪阿妹哦补身体。佢讲啊，基本啊有什么磷脂、防风、突冲等等啊。佢讲啊要好好摘，摘翻体啊当大送的啊。现在中单呢，哦，留下安用的摘。佢做嘅新闻有，这个是真的。同样一副啊，佢们送来补身体的药的啦。唔对啊，佢哋下无喊嘛解哦。有咩冇乜嘅啲？送俾我要拜託佢攞我錢香做啊。哦，哎呦，啊，走啊，阿妹嘅姜父哈，做啲解雜嘅，哦，還有啊，夜晚做得，啊，我的怪意思啦。好，这个是真的。林小姐跟我哋。哦，你稍等先。有咩事情？我要拜託慈友拿藥嘅啦，我攞錢送過來。啊，我只下班呢，我们唔理到钱，填个那张拿来了啊，好。記起嚟下。去买唱片。哦。这个唱片行打电话来，讲是因唱片倒嘞，款期行动价。應該係天唱片係嘛？有可能係啊。你会来啊？哎，成功，那种唱片毛毛哎，狗屎没想都唔会炒，看我头。唔要緊啦，林小姐，你大緊啦啊！多謝啦。就好啲針嚟買，條友要攞嚟聊，我做住買睇。送上去應該做嘅，係冇？你參咩冇？感覺有時怪怪。我希望唔係嘅中嘅係。
遇到一些要钱，会替啥忙忙哈？哎，姐，这东西。对吼，我长得小，唔知会就睇人下。王太国系嘛？听我说。做主听过王太国唔呢？按拄好，来自以前上海同胞，以下从来说的巅峰松波。嗰时我自终于读书，我寒舍，一定喺妈妈身边。希望安尼，下下就要做出色嘅。嗰時當中又咪身體無好嘅喎。係啊。唔知係唔係我爸爸過身嘅關係，幾3年都兩殺，乃冇。唉，喺度年啊，喺身體先重要，係冇？唔知唔對呀，我買酒。姐，嗱，你嘅酒出來。因為我買事情是買酒。這算咖喱嗎？唔知啊，安尼哦，用功夫莫用下。交朋友辦送嚟台北嚟啦。哦，啊，那你同好啊？喺你我哋朋友兩個，請我食飯啊？唔係有限，我哋只試下對象。唔是幾薄，有貨嘅，有茶嘅，所以重點就做嚟啦，嚇。係嘅，你依家偏手。哎，你記得我聲呢？第14條講離開一層嘅，聽日都唔試食。迄個唔肯睇咧，失蹤嘅。這個命嘅是上車命，總一句，恁這就是有緣無分啦。幾日來做的？老三夫帶轉去做嘛？阮遮做幾工的啦？你媽用啊？厝安不係在營下卡出路啦。愛國家，溫柔父子，望見天強嘅線，愛恨疏風嘅自由，唔公怕，天天嚟戲。愛公怕，永不愛意。愛公怕，記得路路後悔。台風的世界，天風高明。巔峰的世界，愛會轉來。